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感谢主，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遇到是下雨，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不好。今天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天气，也就是让我们来神的主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阿们吗？阿们。来到神的圣殿，就好像来到天父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将心中的重担、我们的忧愁、我们所遇到不好的事情，都可以交托给神。甚至你遇到的喜乐的事情，祝福的事情、蒙恩的事情，你也可以因此来感谢神。我们的事情不论大小事，神都会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吗？阿们。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来领受圣灵。我们一起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领受圣灵。当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必定充满了平安与喜乐。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用神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敬拜神了吗？我们一起用喜乐的歌声来敬拜他。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细细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
了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说，你敬拜的样子很迷人，你敬拜的样子很迷人。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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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神真是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Amen。当我们将全人奉献给耶稣的时候，上帝所赐的永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来宣告。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在2个礼拜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台风肆虐了台湾南部，造成很大的伤害。就在同一个时间，有2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飓风肆虐的美国东南部，也造成了数十万、数百万的人家庭被摧毁，无家可归。我们要为了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在11月初的时候，他们要进行总统大选。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对台湾、对其他的世界的地方影响都非常的大。
我们一起的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希望神能够拣选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来担任这个国家的总统。而且这个国家是唯一把我信仰上帝印在钞票上的国家，是一个蒙福的国家。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国家祷告。这个时候，我们要两个的一起来 RPG 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阿门。在你坐下之前，我们用一个非常满的微笑看着你身边的人，跟他说：“和你一起敬拜真美丽。”各位兄姐，请坐。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西番雅书3章14节到20节。请西安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撒冷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免去对你的审判，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对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他必因你欢欣喜乐，他在爱中静默，且因你而喜乐欢呼。我要聚集那些因无节期而愁烦的人，他们曾远离你，是你的重担和羞辱。那时看哪，我必对付所有苦待你的人，拯救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享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回来，召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享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要请周亚伦神学生来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喜乐的等候神，喜乐的等候神。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右手，或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不好意思，好，我们一起来宣告：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的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这几周由于我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和教育牧师周信荣牧师和潘全梅牧师，他们在欧洲进行这样的研习，所以这几周都会有不一样的人来讲道。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操练的机会。好，那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成年的男子，他坐在公园的板凳上。然后他看到一位小男孩手里捧着圣经，很开心的路过。然后小男孩嘴巴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那这男人就上前去问他原因。那小男孩就回答说：“我在看出埃及记，那上帝将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平安的走过去。上帝真的太奇妙，太伟大了。”那这男人却嗤之以鼻说：“你不知道吗？当时的红海的水只有20公分高，以色列人是涉水过去的。”那这个小男孩就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男人就得意的离开了，这样哦。那没想到他才走几步，又听见男孩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那这男人就回来问他说：“为什么你又开始赞美主了？”那小男孩就回答说：“我发现上帝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他只用20公分高的水，就把埃及的军队都淹死了。”所以，当男孩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换个角度来思考，立刻就从失望变成了喜乐。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西番雅书
在座有人在今天之前你没听过西番雅书的吗？不用举手，没关系。西番雅书它很特别，它只有短短的3章。那在整本圣经里面，也只有西番雅书提到一次西番雅这个名字。那西番雅书的年代大约是在约西亚王统治的早期，那是在约西亚王发现律法书，带领百姓悔改转向神之前的故事。所以约西亚王前2任的国王分别是马拿西和亚门，那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造成南国犹大的败坏。那当时的国王也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却引进外族的神明，带领百姓拜偶像、观星象、行巫术，让百姓背逆神。那马拿西王和亚门王他们在位长达了57年，所以这个拜偶像的风气影响很大，就延续到约西亚王统治的早期。那先知西番雅他就看见全地都在败坏，他就受上帝的启示，因此写下耶和华的话语。那第1章第1节提到西番雅的族谱，我们得知他是大卫的旁系的后裔。虽然他自己是贵族，但是西番雅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些贵族和高层人士的败坏。他说：“主耶和华要惩罚领袖和王子，还有这些虚浮诡诈的先知和亵渎圣所的祭司，上帝都要来惩罚。”那在这个领袖带头作乱的年头里，连祭司和先知都沉沦，那似乎却只有西番雅一个人是清醒的。在西番雅书的前2章，他非常直接的对百姓和领袖来呼吁说，劝诫众人悔改，否则这审判将要降临。但是在第3章却剧情直转，或是你可以说画风就变了。他突然间做一首欢乐之歌，说：“百姓啊，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上帝要来拯救；百姓啊，你们应当欢呼，因为上帝要来拯救你们。”那当我们在读过先知书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先知很受大家欢迎吗？其实没有，其实先知不怎么受大家欢迎。他们在乱世中被兴起，虽然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但因为他们传讲上帝的话语，那通常都不是好听的话。他们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上帝要警告这些百姓的这些的预言。所以他们先知常常遭受国王和百姓的厌恶。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好，举例来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先知以赛亚呢，就是被马拿西王锯成2半撕掉的。所以我们可见，他们真的很讨厌先知。那当西番雅发出这样的审判的预言，他有可能遭受百姓的拒绝，还有祭司和他的同事，就是其他不敬畏神的先知们，也来藐视他。但他不得不警告大家，因为在败坏和沉沦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的。他眼看全国走向这样灭亡之路，那邻国也对犹大国虎视眈眈，想要来攻打他，而且外族攻打进来的时候，他自己也不会有好的下场，因为先知总是拍命。但是在这样毁灭之路当中，西番雅他看见上帝的应许。上帝对百姓说：“你们要等候我，等候我起来为你们作证的日子。”这边的等候并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我们期待看到上帝的帮助，对神充满信心，而且相信神会出手介入。那上帝也对百姓说：“你们应当歌唱，应当欢呼，应当满心的快乐，不要惧怕，不要手软，
因为我大有能力要拯救你们。阿们吗？我相信西番雅他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后，他心境有很大的转变。虽然犹大国正走向灭亡，但是上帝依然掌权。上帝要百姓在毁灭中喜乐等候神，在绝望中充满了盼望，因为上帝要拯救。那2周前呢，是我们教会的街头布道，我很开心，有许多人鼓起勇气走出教会，对陌生人来传福音。那感谢赞美主，我们能一起参与这样建造教会的事工，一起建造神国度事工里面，真的是莫大的荣幸跟喜乐。阿们吗？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街头布道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青少年到顶溪捷运站去，那边附近有许多通勤忙碌的人。那因为下大雨，大家都不在街道上久留，我被很多人拒绝。好，那我就走到附近的9乘9顶溪那边的9乘9文具店。我想说，大家在里面吹冷气，然后躲雨，我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快逃走，所以就看到一位妈妈跟2位小孩，那我开始对他们传福音。那他们的反应很好，当他们收下十字架，跟我决志祷告完，他们也表达说他们对亲子礼拜非常感兴趣。他还问我说：“哎，这个是要付费的吗？要报名的吗？”我说：“不用，免费，欢迎你来。”所以离开前，我就对他们说：“耶稣爱你们。”期待有一天在教会跟你们相遇，所以感谢上帝，我们一次就有3个人认识了耶稣。那接下来我就经过一间卖瓷器碗盘的商店，我走进去想要挑选4个很可爱的猫咪造型的这个酱油碟，就是小小的酱油碟，然后它是猫咪的造型，非常可爱。我想要送给教会的青少年。那结账的时候，我就顺便对这个店员传福音。那当我问他说：“你觉得你会上天堂吗？”他竟然无奈的笑着回答我说：“我是坏人，我应该会下地狱。”那我就说：“好，你不用担心，继续跟着我念下去。”所以我就带着他念福音卡，然后一边念我就拿出100元要结账的时候，他说：“先生，不好意思，4个商品是400块哦。”那之后他也收下十字架，然后也跟我做决志祷告。那我想说，如果400元能换1个人的永生，那我觉得非常的值得。阿们。那街头布道不只是一个短期的运动，而是在培养我们传福音的文化。所以我相信我们永光教会也会像大卫牧师还有君玉师母他们的河流教会，当我们越开口，我们就越有勇气；我们越传扬的时候，我们就越增添信心和喜乐。我们一起来说：越开口越有勇气，越传扬越多信心。阿们。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提到保罗被抓到罗马居家软禁。那最后一节就说保罗放胆传扬上帝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圣经学者们他们相信，保罗被抓到罗马之后就被处死了，几年后就被处死。所以保罗一有机会，就是在传讲上帝的话语。即使是临死之前，他仍然放胆传福音。所以当我们放胆开口，上帝就已经成就。保罗建立了许多教会，横跨欧洲和亚洲，但他没有亲眼看见基督教从犹太人的民族信仰，成为全世界万族万邦所共同敬拜的信仰。虽然没有看见这样的果效，但是他尽管放胆传福音，因为他相信上帝会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成就。当西番雅看见百姓走入败坏和毁灭之中，他仍然喜乐等候神，相信上帝要动工。同样的，保罗在患难中也展现这样喜乐的态度。保罗被抓到监狱里时，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鼓励教会面对挑战时要
靠主常常喜乐。保罗教导别人喜乐，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监狱里的环境非常的肮脏，又非常的暗。那他有隔间吗？没有，所以他吃喝拉撒睡都在同一个地方。那保罗却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有一位很出名的殉道者叫做圣罗伦斯。他在西元3世纪的时候担任罗马教会的执事，他管理教会的财务，然后他也时常帮助穷人。那当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下令要杀害所有的主教、所有的神父和执事。所以圣罗伦斯最终被处以火刑，严格来说应该是烤刑。所以这烤刑就是像我们中秋烤肉一样，只是现在上面不是猪肉，现在上面是人。那临死之前呢，圣罗伦斯他躺在烤架上面，他却展现了坚韧的信心。他对处刑的人说：“我的这一面烤熟了，帮我翻另外一面吧。”所以他的信仰跟他坚定的毅力感动许多人来信主。那我们也知道，在那个年代，你信主就等于是要殉道了，就像神父、主教、执事，还有所有的基督徒，你选择信主，代表就是你当场要死。那因为他这样展现的毅力，他就感动许多人信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他很像也展现了他的幽默感。在面对极度的痛苦的时候，他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好像完全不把死亡放在眼里。他毫无畏惧，而且充满了盼望，确信他的生命已经在上帝的手中。当我们在街头布道的时候，可能大家感觉都一样，被拒绝的总比接受了还多，对吧？是。但他们其实不是拒绝我们，乃是拒绝神。其实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早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就已经提到，上帝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也不接纳他。布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姐妹遭受到辱骂，对方竟然说：“我才是神，你们全部都给我跪下。”那这句话却正好证明了对方完全不认识神，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全宇宙最荣耀却又最谦卑的上帝。我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那我父母亲两边的家族都已经信主，所以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族聚集在一起，彼此做见证，我们会分享我们在教会服事的状况，然后再一起为我们家族祷告。但我不禁想象，如果有人是家中唯一的基督徒呢？我其实没有办法体会他们的辛苦。那是不是他们每一天回到家，就是一场战争？每次跟家族相聚的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不一样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冲撞。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曾经因为传福音被羞辱，或者是因不同的信仰被排挤、被藐视，甚至你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苦难，不用担心，因为上帝已经看见你，他要使你的羞辱化为尊荣。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说：上帝使我的羞辱化为尊荣。阿们。保罗受逼迫的时候，他说：“我所遭遇的事，反而让福音更兴旺了。”所以，当我们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或是别人冷淡的态度，反而让福音更兴旺了。阿们吗？阿们。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尊荣。所以我们已经接受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尽管放胆的传福音吧。幸福小组就快开始了，
我们尽管的放胆传福音吧，为基督来做见证。虽然我们面对这样的逼迫，但是在迫害中，我们仍然喜乐等候神。就如同保罗，他充满信心盼望，他宣告：我靠主常喜乐。我相信有一天，连那最倔强、最坚持的人，口中说最不需要神的人，也会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从小我认为自己的个性很开朗，很容易与别人交朋友。那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却逐渐发现和我契合的人很像越来越少了。那好，跟大家小爆料 ，OK。国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班上一位女生。好，那有一次她约我礼拜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星期六的时候。所以我心里非常的挣扎，我很想要答应他。但是周六整天我都在哪里？在教会啊，我都在教会服侍，所以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原因，然后我就拒绝他。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约过我第二次了。那大学的时期，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圈圈，总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比较要好，但是我总是独自一人。那我大学的时候读教育系，同学们谈论的都是以后想要在哪一间小学教书，或是他们准备教师检定的进度，但是我总是与大家搭不上话题。当时我是青少年牧区的区长，而且教会的培育学校跟幸福小组也刚开始发展，我时时刻刻都在想教会的事情。那有一次我与班上我学校的班导师面谈，那他身为虔诚的佛教徒，他却叫我毕业之后赶快出去传教，他鼓励我要像葛理翰布道家一样。我就觉得很惊讶，他是基督徒，他竟然还知道葛理翰。哦，对不起，他是佛教徒，然后他竟然还知道葛理翰。所以我越是长大，越发现自己和世界的人不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我非常的不一样。虽然我和大家都一样活在这个地面上，但是我却觉得水土不服。所以我时常在这样世界跟属神国度之间挣扎。但这个挣扎并不是来自于我要选择世界或选择神的国，而是我知道我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也必须踏入这个世界。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体会，我们常常在世界和神国中摆荡。周末我们喜乐的来到教会聚会服侍，但我们平常回到工作场合、回到学校、回到家里，就是在面对不一样的价值观的挑战。所以先知西番雅他也面对各样的两难，在混乱的时期里面，耶和华向他启示预言，那他敢说出来吗？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先知总是不受欢迎。如果他对贵族说耶和华要惩罚你们，他对祭司说耶和华必把你从地上剪除，他会不会惹来杀身之祸？再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如果百姓的颈项是硬的，他们的心是刚硬的，那会不会有人听他的话？但是在这样的挣扎当中，先知仍然宣告耶和华的应许。他宣告说，耶和华对他说：“你们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因为以色列的王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在世界跟神国之间拉扯，但挣扎中，上帝呼召我们喜乐的等候他。上帝充满了能力，而且他一定要来动工。上帝岂不是已经胜过了世界了吗？就像耶稣对门徒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这就是我们可以喜乐的确据。所以参加主日礼拜之后，我们星期一回到职场，或是你回到家里，
我们就不要再忧虑了，因为我们身上有带着这样喜乐的大能。阿们。因此，我现在鼓励大家露出你喜乐的笑容。你戴着口罩，我也看得出来你有没有笑。对，感谢主。那我们喜乐的能力就像阳光，可以温暖照亮每个地方，并且我们积极的等候神，期待他会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家人。因此，我们来宣告说：我身上有喜乐大能。来，我身上有喜乐大能。阿们。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向神寻求异象。一开始我看见我在海中，在浮载沉，我感到非常的恐惧，因为我完全不会游泳，我非常怕水。那在异象当中，我就看到我开始往下沉。那海平面已经高过我的头部。当我抬头的时候，我看见阳光照射在海面上面，但因为我正在往下沉，所以四周围越来越黑暗，阳光越来越少。我问上帝说：“主啊，你明明知道我怕水，那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上帝没有回答我，我继续往下沉。在我已经快没有气的时候，我口中吐出剩余的气，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泡泡，而我四肢在挣扎打水，也产生了许多泡泡。那本来应该快溺水的我，却发现这些泡泡真的很漂亮，在阳光照射之下，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折射。而且我也发现，我可以透过吐气，还有打水，产生许多不一样形状的泡泡。虽然我还在往下沉，但我的好奇心和我玩乐的心，却已经让我忘记我会怕水。接下来我就看见海底的世界是多么的美丽，充满五颜六色的珊瑚，还有许多美丽的鱼类，还有壮观的城堡。在这意象，上帝对我说：当我的眼光只专注在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会感到害怕、焦虑，甚至会埋怨神，却忽略了上帝要在难处当中要做的奇妙大事。所以上帝要我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在溺水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泡泡的乐趣，我就忘了我已经会怕水，我甚至能潜到更深的地方，看见美景。犹大国的百姓不敬畏神，那先知西番雅在他们当中，好像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他必须跟这个世界抗衡，大胆的发出预言。虽然四面受敌，但是他领受了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应许，撰写出充满盼望的欢乐之歌，就是我们今天念的这段经文。我们在世界跟神国之间面对各种的挑战和挣扎。如果你因为信仰被家人、同事、朋友来拒绝，我想要鼓励你，上帝已经将你的羞辱化为尊荣，还要使你在地上的万民当中得到称赞，享名声。诗篇也这样说：我心里充满忧虑的时候，你就安慰我，使我的心欢乐。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改变我们的态度，喜乐地等候神来成就呢？所以哈巴谷书也记载：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所以我们要充满赞美，因为上帝已经拯救我们；我们也要充满了喜乐，因为在神的手中他已经成就。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我充满赞美，因为神已拯救，因为神已成就。阿们。
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稍等一下，好，请。稍等我一下哦。等一下，这是台语耶。好，请。耶和华在你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他必因你欢欣喜乐，且因你而喜乐欢呼。西番雅书3章17节，来再一次。耶和华在你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他必因你欢欣喜乐，且因你而喜乐欢呼。西番雅书3章17节。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往后面搬。好，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我的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让我们用喜乐的心，就像这首歌在度假一样，用这样的态度来赞美我们的神。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天父，我将我们永光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上。是的，主啊，我们是你神，你的儿女。主啊，你呼召我们，你也呼召我们要在你当中来喜乐。
主啊，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而且我们相信在任何的困难中，主啊，有你在，因为你掌权。主啊，我们要在喜乐当中来等候神，我们期盼上帝你掌权那一天，我们期盼上帝耶稣你再来的那一天。因此我们要宣告，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喜乐的大能。阿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宣告，我有喜乐的大能，我有喜乐的大能。阿们。我们再次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兄姐平安。今天的奉献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我是个慷慨的人，我的个性很愿意给，包括金钱、时间、体力，看似一切顺利。但在4年前 COVID-19 的这疫情期间，我也面临金钱上的挑战跟困境。在有一次要奉献预备上，就遇到我钱要怎么来支配但有一天晚上，我跪在地上，带着宣告的语气，哭喊着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是丰盛的主。那个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让我在面临金钱运用抉择上，他就说，把你11奉献献上。所以当下我就毫不犹豫地把那个钱放在奉献袋上面。那我宣告，神，你是丰盛的主，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特别是金钱上的不缺乏。所以在当时，因为我也常靠着刷卡在周转，那再过几天我就要缴信用卡了，所以我把钱奉献出去了。但是我信心十足的跟神宣告，神，你要为我预备一切。果不其然，在那个月之后，我的货款就陆陆续续进来，大大小小的金钱一直涌入，让我着实经历到路加福音6章38节的丰盛。从那时候起，在奉献上，我不管经历多少的撒旦谎言，我都仍然按着圣经的教导守11奉献。直到现在，我一切都很顺利。所以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给人给神多少，神给我们也真的可以经历那连摇带按的倾福下来。愿我们越奉献越得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宣告守11奉献，必能见证神赐给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丰盛。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及信心的行动，请大家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真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
事工报告，请信志长老。大家好，我是信志长老。还没事工分享之前哈，我们先谢谢我们的神学生周亚伦神学生，未来的周牧师啦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神。来，我们事工分享。本周导读主题是归正，我们一起来读哈。归正是回到正规化，我们要恢复到神创造的形象和样式，领受神的应许。再来一次，归正是回到正规化，我们要恢复到神创造的形象和样式，领受神的应许。好，阿们。我们来看跨教会的篮球友谊赛，我们有中永和。包括永光教会、真理堂、火把教会，总共80人，球员加啦啦队，球员加啦啦队，8岁到80岁都有参加，我讲的是啦啦队，总共80人，打得非常的热烈，也非常的惨烈，好像有人受伤了，但是还是要保重身体，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要小心，要小心。那这个是友谊赛，那我刚刚讲很热烈嘛，哈。那这次没有参加到的，下次请早下次请早，以后还有机会。来下一个。上个礼拜我们会员合会选出了2位长老，陶永伟长老跟胡丽娜长老，只是有4位，知和、志豪、崇文跟佑生。他们的任期都是从2025年到2028年，会在年底12月28号会举行就任式。好，下一则，儿童牧区就是今天哈，我是金句王之永光奥运会哦，你们有去巴黎看奥运吗？没有吧？那可以上去看一下永光奥运会，上午快结束了。还有10分钟，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有很精彩的活动。今日桌游幸福小组有备课，那请我们副长要准备出席这个礼拜的结束后在副堂我们要举行。下一则，我们2位牧师已经出国他们到德国去，就是上个礼拜一。那7号到19号呢，他们会跟北中的其他的牧者台北中会其他的牧者一起在德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研修会，他们是去参加这个研修会。那在这当中，就是上个礼拜4，他们借由这样的机会去汉堡，探望了我们的旅外的会友钟汉他们全家。那整个的这个研修会结束后，他们13到19号，他们会转往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去探望这个君玉大卫牧师、君玉师母他们全家，也顺便也参观了河流的教会，这边会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那23号到29号，他们会到英国伦敦去探望恒宇。我们的姐妹她在英国伦敦，那刚好在伦敦的附近牛津，我们另外一位我们旅外的一个会友Jam 他们全家也在那边，所以我们这边就为了我们牧师他的一个行程的平安来祷告。那这当中10月7号到30号到月底了有紧急的事项，我们可以跟代医长老2位代医长老尤国斌长老跟何兆明长老联系他们会来协助来处理。下一则，目前差1位，我们认领了999位的 best，这是6636的提名 RPG 的一个行动。
那我们都把各个小组所提出来的名单的人数放在上面了。这个我们就为了这些的 best， 我们持续策略性的一个RPG 的一个行动来为他们来祷告。下一19号这个礼拜六，我们社区舞班要开课了。这个邀请的对象是国小以上国小以上。这边还没有报名适合的家长也可以代表来报名一下，跟会员干事来报名。这个礼拜就要开课了。那接下来是联合圣歌队为了圣诞的庆贺，为了在圣诞庆贺礼拜里面的献诗我们开始要集训热烈报名中希望能够更热烈一点请大家都很踊跃的来参加。那这个时间是从11月2号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就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互相邀请一起来参与这样圣约的一个服事。下一则，依照政府的规定，我们有一个安全卫生的教育训练那我们有派了2位干事，就是会员干事跟会华干事，他们要一同去受训2天下个礼拜的礼拜1跟礼拜2。最后为了健康的代祷淑英姐还有丽晶姐还有志贤兄所以这边我们还为了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所做的治疗身体的恢复来做健康的一个代祷关心关怀他们。欢迎新朋友玄龙，上个礼拜有来玄龙欢迎他。上个礼拜他已经有来，但是是因为和会，所以我们没有介绍到所以 OK 欢迎他。他本身是基督徒那我们周边有没有不认识的，或者是我有看到很久没来的人，钟琴跟慈英，好久没看到你们了，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不然我们快忘记你了。还有那个家权是不是？对，季家权，玉贤兄的儿子，也是好久欢迎欢迎。义杰不要抖，陈义杰从上海回来的，他在上海工作我说人家11长假，他说等人家休完了我才回来，这样比较方便一点都很欢迎他们好，那接下来就我们起立来唱《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请我们依然站着，我们请国宾长老带领我们来祝福的祷告。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们礼拜在这边结束，谢谢，请坐。